一座座石獅子喺歲月磨洗、歷史激盪下，守護住中華民族堅韌不拔嘅精神。洗衣液立刻溶解滲透，快速去漬除菌。哇！閃身洗衣液，快乾淨，快除菌，快乾淨用閃身。閃身快除菌洗衣液。激情亞運，精彩移動。中國移動提醒你，以下係6點鐘新聞。歡迎收睇6點鐘新聞，先睇下今日嘅新聞重點。港交所計劃明年上市嘅新股可以用人民幣嚟計價。日本央行減息，進一步放寬貨幣政策，希望壓低日元升值。溫家寶同菅直人短暫交談，各自重申擁有釣魚島主權，但同意舉行更高層次嘅對話。新聞嘅詳細內容，使用人民幣咧越嚟越普遍。喺香港，無論做生意定係零售咧，都可以用人民幣。日後咧，連買賣股票都可以喎。係啊，港交所咧已經完成系統測試，咁最快明年就有第一隻用人民幣招股嘅股票上市同埋買賣。咁仲話呢個只係開始，其他以人民幣計算價格嘅產品會陸續推出。唐永欣報導。喺香港買賣股票，目前大部分都以港元嚟到係計算股價，只有極少部分用同港元掛鈎嘅美元嚟到去計價。隨住人民幣嘅重要性越嚟越明顯，近期本港亦都積極研究推出以人民幣計價嘅產品，並且取得突破。港交所行政總裁李小加話：已經完成咗人民幣計價交易系統嘅測試，有信心啦，出年會有第一間公司以人民幣招股同埋買賣股票。現在實際上沒有什麼不允許的問題，只是說要把它做成功。所以說，基礎設施要做好啊，交易的這些環節要做好啊。另外，這也不要大家不要都盯着什麼 IPO 啊，這個股票啊。我們這個人民幣國際化，這是一個全方位的、全系列的各種產品，將來都會有。不過李小加冇講到係咪所有企業都可以咁做，而籌集翻嚟嘅人民幣資金又係咪可以留喺香港？對企業嚟講，呢個係一個關鍵。對內地企業嚟講，以人民幣代替港元集資，可以避免港元對人民幣貶值嘅問題。但係單係呢個理由，企業大可以喺上海同深圳集資。咁究竟喺香港籌集人民幣最大嘅好處喺邊度啦？咁首先係本港申請上市程序比較快同簡單，加上本港現時冇資金進出嘅限制，換言之，人民幣嘅流通會更加方便。呢個發展對香港亦都有好處，因為喺本港流通嘅人民幣如果增加嘅話，人民幣業務就可以進一步拓展。事實上，本港喺推行人民幣貿易結算1年以嚟，本港銀行嘅人民幣存款增加超過1倍，8月底嘅時候達到1304億，為本港發展成為人民幣離岸中心進一步鋪路。亞洲電視記者唐永欣報道。有學者就認為，如果本港嘅上市公司透過人民幣嚟集資，咁令到本港嘅人民幣存量急增，咁加上本港嘅資金流動性高，人民幣透過本港市場啦，可以進一步國際化，強化香港作為呢一個人民幣離岸中心呢個咁嘅地位咧。咁如果係港交所係能夠做得到係一啲人民幣計價或者係人民幣嚟集資嘅 IPO 嘅話咧，咁呢一個會係大大增強咗香港作為人民幣離岸中心入邊嘅內容，而呢一個咧就會係令到香港人民幣嘅業務咧嗰個發展咧就會係進一步加快咯。
日本經濟長期冇起色，日本央行決定進一步放寬貨幣政策，以及調低指標息率，希望壓低日元嘅升勢，刺激出口。係有分析就預計啦，日本央行今次嘅行動係為咗未來繼續推行量化寬鬆嘅貨幣政策鋪路，咁但係咪有效推動經濟復甦呢？就有疑問。楊子聰報導。日元近嚟越升越有，對美元升至15年嘅高位，出口業大受打擊。日本政府喺上個月入市沽日元，但作用有限，前景唔明朗。日本中小企業唔願意借錢擴展生意，令經濟缺乏回升動力。日本央行一連2日開會議息，決定擴大托市嘅行動，主要招數包括2年以嚟第一次減息，將指標利率由0.1厘稍為下降至0至到0.1厘，係4年以嚟最低嘅水平。目的係壓低長期市場利率，減低風險溢價。象徵式減息之後，又效法美國推行量化寬鬆貨幣政策，創建大約5萬億日元嘅基金，折合大約4600億港元，購買日本國債同埋其他資產。量化寬鬆政策指央行運用新發行嘅貨幣購買政府同埋企業債券等嘅資產，理論上增加經濟體系嘅貨幣存量，促使銀行更樂意放債，以及個人更加樂意消費。日本亦都曾經喺上個世紀90年代同埋2006年2次採取量化寬鬆貨幣政策，但係始終未能夠有效咁推動經濟強勁增長。市場普遍認為主要嘅原因係因為日本嘅主要貿易夥伴美國冇配合，令到日元匯價回落。美國亦都正在擴大量化寬鬆貨幣政策嚟救市，市場正喺度觀望日本推出類似嘅招數成效究竟有幾大。亞洲電視記者楊子聰報導。總理溫家寶同埋日本首相菅直人喺比利時出席會議期間短暫交談，同意喺適當嘅時間舉行高層會面改善關係。但係雙方態度仍然強硬，各自重申擁有釣魚島嘅主權。今次係中日船隻碰撞事件之後，兩國最高層嘅接觸。孫少勤報導。總理溫家寶喺比利時出席亞歐首腦會議工作晚宴。日本首相菅直人亦有參加。日本共同社報道，喺晚宴之後，佢哋喺會場外嘅走廊坐低交談咗大約25分鐘。新華社喺會後發出嘅報導話，溫家寶同埋菅直人進行咗交談。溫家寶向菅直人重申，釣魚島係中國嘅固有領土。維護同埋推進中日戰略互惠關係係符合兩國同埋兩國人民嘅根本利益。雙方同意加強兩國民間交流同埋政府之間嘅溝通，以及適時實現中日高層會晤。日本共同社就報道，中日領袖認同而家嘅中日關係唔係咁好，應該繼續發展戰略互惠關係，同埋努力改善因為撞船事件而惡化嘅兩國關係。當菅直人向溫家寶聲稱日本叫做尖閣諸島嘅釣魚島係日本嘅固有領土，唔存在主權爭議問題嘅時候，溫家寶隨即表示反對。今次係中日船隻喺釣魚島水域碰撞近1個月之後，兩國嘅最高層接觸，但係接觸嘅方式就有啲特別。新華社嘅報導係用交談呢個字眼，喺外交辭令上係比較少見。咁佢哋喺乜嘢情況之下交談呢？菅直人係咁樣講。ワーキングディナーが終わって会場を出て廊下でですね行き合ってすぐそばの椅子に座りまして話をしました。修補中日關係咁嚴肅嘅問題，唔係喺會議室裏面坐低正式會談，而係喺走廊傾咗大約25分鐘。相比溫家寶上個月到紐約出席聯合國大會期間，同美國總統奧巴馬傾咗大約2個鐘頭，討論人民幣匯率爭議，同樣係嚴肅嘅問題，但喺時間分配同埋地點安排就有明顯嘅差別。亞洲電視記者孫少勤報道。分析就話咧，日本領袖嘅走廊交談顯示日本好想修補關係，主要係希望國家主席胡錦濤下個月到橫濱出席亞太經合組織峰會之前，中日關係能夠重回正軌。再由孫少勤報道。中日船隻碰撞之後，令到兩國關係惡化，政府同埋民間嘅交流中斷。日本話中國一度暫停向日本出口稀土，經濟打擊日本。如果中日關係繼續惡化，咁對呢兩個世界排名第2同埋第3嘅經濟體都冇好處。
總理溫家寶喺出訪比利時之前，中方喺中日領袖會面，借此修補關係一事係冇表露到積極嘅態度，反而係日本方面有報道話，首相菅直人希望喺比利時有機會同溫家寶見到面，即使係企喺度講幾句都得。但係一場備受矚目嘅中日領袖走廊交談結束，冇為修補關係帶嚟突破。日本內閣官房長官仙谷由人喺兩國領袖結束會面之後話，中日首腦由大局出發進行交談，對於推進兩國戰略互惠關係以至世界經濟都係好事。日本係期待改善中日關係，同時亦希望喺河北石家莊被扣查嘅日本人高橋定早日獲得釋放。日本唔認為事態係會朝住消極嘅方向發展。日本傳媒就認為，國家主席胡錦濤下個月就會到日本嘅橫濱出席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峰會。作為會議東道主嘅日本，係有必要尋求方法喺峰會之前，令到中日關係重回正軌。亞洲電視記者孫兆勤報道。先休息一陣，翻嚟報道。一個變性人被拒絕登記結婚，提出司法覆核，法院裁定佢敗訴。有學者認為要盡快諮詢公眾有關性別嘅定義，減少變性人嘅困擾。精彩紛呈的新生活 G3 已經為您做好準備。中國移動聯手各大手機品牌，精心為您打造多款 G3 手機。現在多款 G3 手機已隆重上市，不換號，輕鬆進入3G生活。中國移動通信。